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来吟唱，伫早起时礼拜中，咱做伙要吟唱的圣诗。头一首是圣诗139首。这个词是已经真古早的词，是1862年。 表示这应该是搁较早伫宣教师来到台湾的时间，迄时就宣教师去到中国来宣教，所以这个词是当时宣教师写落来。所以简单一样，当时的人毋捌字，大部分的人拢毋捌字，所以就用这个词来了解圣经甲福音，透过安尼来了解圣经甲福音啦吼。咱来听咱来听琴段一遍啦，吼，来。祈祷，求咱团你做伙，真爱的心离开他亲，切祷。这曲是较后壁所写的吼，嘛是伫这个苏格兰的宣教师所写的，所以这个词是古早的人咧传福音所使用的，所以咱今仔日其实是也透过安尼，咱会当做伙来吟唱嘛，来体会这个宣教师古早所吟所讲传福音上早是安怎传的吼。来，咱来吟第一节就好，来预备。 预备来，求主耶稣基督，求咱和你最好，因爱的心离开他亲，咱为切祷。来，咱来读第2节的歌词吼，咱做伙来读来。有的主满满福气分有，到期降世做人互的，送终互咱真富。咱来吟第2节吼。 你最宝物的主，我福气富，高低降世最老的，颂咏我咱家父。咱来献开圣诗第559首。圣诗559首，这个词甲曲拢真古典，总是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基督的词，所以咱知影，顶一版的圣诗，每一条歌后壁拢爱唱阿门，总是这版的圣诗无吼。 新圣诗毋是安尼哦吼，新圣诗是只有上言以及祈祷的诗的时，还会放阿门放伫后壁。吼所以咱吟的是，因为阿门是咱做伙求主，咱求上帝会当知影，咱这就是咱所求的，我心所愿的意思，所以。 愿上帝帮咱，互咱伫这个诗内底、圣诗内底去感受到上帝做伙上帝祈祷的快乐。咱来听琴段一遍啦，吼，咱来听琴段。来，不要紧，咱来对头来唱得吼，预备来。愿我的将万物丢的上帝，将真心欢喜唱歌的灯色，因他万
读第20个歌词，做伙来读来。阮是上帝所属、所疼囝儿，是圣囝所疼姊妹甲兄弟。愿主圣神亲像子仔降临，日阮中间，互阮合一同心，甲上帝结连，归向你得救，甲耶稣结连，做永远朋友。愿咱同做主耶稣的朋友，甲伊永远结连，请咱备办咱的心。这时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准备心来敬拜。要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咱即时三甲来唱圣诗第139首，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
咱游玩起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父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咱用启应文第49篇。以赛亚书55章，我来启非常来译。来，喙早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互野种的有正治，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子。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雪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即时三角来祈祷，听堂的天父，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世间人的罪，流出宝血，替阮赎罪，互阮有份成做上帝你的囝儿，享受天顶永远的福气。主啊，阮感谢你，伫140年前，你差遣你的奴仆马偕宣教师来到桃仔园这个所在，设立桃园教会，也落福音的证据，透过侪信仰的前辈、传道者，前后有开设大园教会、中山教会、分设嘉南教会、鼓山教会，分支线叶，福音会当遍传伫咱桃园的地区。恳求主。也赏赐阮智慧甲气力，继续会当来承接先人的信仰的脚迹，互桃园教会会当继续来长大，生出侪福音的果子。
来遍满伫逐个所在。主啊，求你保守今仔日下晡教会有乌派族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愿一切定事一切拢顺利，互汤教会的服侍团队哪来哪招备勇壮，成做基督的精兵，互逐个团契平平得到发展甲长大，互汤教会无亏欠主，互阮福音广传的大使命。主啊，求你即时圣神临到阮中间，无论是圣歌队献诗、学乐、牧师正道、会友奉献甲回应，诚做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求主欢喜感纳，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三甲看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6节。所以，恁即个批判人的，无论你是甚物人，拢袂当推责任。你批判别人，是伫批判家己。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家己嘛，逐项拢去做。咱知做即款代志的人，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你即个人，你批判别人做遮个代志，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若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的仁慈、宽容甲吞忍，你敢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你硬心毋悔改，是伫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这个受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遐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遐自私、无遵趁真理、去趁不义的人，上帝的受气是刑罚会临到因。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大先是犹太人，后来订外邦人。不过，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尊贵甲平安。大先是犹太人，后来订外邦人。因为上帝无偏袒人，外邦人无摩西的律法，若犯罪嘛会受律法外的审判来灭亡。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若犯罪会照律法来受审判，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伫上帝的面前是义人；只有实行律法的人，定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无律法的外邦人，若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因虽然无律法，家己就是律法。安尼表示律法的要求有刻伫因的心内，因的良心嘛正实，因的心思有时家己责备，有时家己辩护。安尼，伫迄日照我所传的福音，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稳捌的事。愿主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献歌队学乐点伫我。
敬道今仔牧师敬道题目是上主教人所行回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我相信咱最近大概啦出门可能会看天气来，感觉今仔日的心情安怎？我相信咱今仔日心情应该大部分的人可能袂歹啦吼。总是我毋知影吼，总是总是你若感觉你今仔日心情袂歹。不管你心情好歹，其实咱拢会当甲咱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讲平安，然后讲祝你今仔日过了顺遂如意，互上帝祝福，安尼好无？来，请开始哈，请开始，来。平安，不要紧，顺遂，顺遂。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今仔日通做伙自集。阮相信上帝，你就透过你的话要教示阮，求主帮助阮拍开阮的耳孔，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我读小学的时阵。当时台湾阁是体罚的年代，所以我相信即摆真侪老师拢知影，即摆老师是袂当凊彩举推仔讲囡仔，所以你就知影我的年纪啊吼。不过我读小学的时，我会记起我对国小3年级开始，当时我的导师是数学教数学。伊的规矩就是考无到90分的，减1分就拍一个。恁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有甲我经验共款的吼？有甲我共款的，请举手好。哦，多谢，谢谢，多谢。我的国小迄个3年级开始吼，我的国小老师就是安尼，伊教室内底就准备一支迄个藤条。我毋知要怎讲吼，迄束藤条啦吼，迄束囡仔的啦吼。然后我逐摆看你的教室看到迄支，我就心内底就开始咧带吼。因为我小学的时阵功课毋是上好吼，所以毋是时常就是样样要去互讲着。90分吼，也是考有到90分，就感觉真侥幸啦吼。所以，即个若无去互讲着吼，就看迄个互讲的同学吼，就感觉讲好，伫遐挨爸叫母，阮就感觉真侥幸，讲安尼闪过啊吼。我会记起有一遍，迄遍印象上深嘛吼，考卷分落来91分，心内底就开始咧笑啊，讲今仔日免去互推啊吼。结果无拍算，迄遍阮老师讲全班考上好啦，95分，标准提悬到95分啦，所以我就无代无志，搁去互讲4个啦。所以迄遍考试我就印象上深的就是安尼，无代无志就去互讲4个。虽然这叫做今仔日的圣经啊，其实今仔日圣经就是安尼。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2节，保罗呈现100人类对倒的罪性，伊宣告讲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定会来，上帝将恁交付伫罪人，这就是伊的审判。然后对罗马书第2章开始，伊就活转身，一群。家己掠做伊真捌上帝的公义，上帝迄支推仔永远袂讲着伊的人身躯顶头。伊就对即群人讲，提出警告，恁毋通久笑闭无尾。上帝公义的审判不只临到即群人了，嘛会临到恁哦。
因为伊会照咱所行的来回应，因为伊会照咱所行的来回应。对第二章开始，罗马书第二章开始，保罗真侪摆就用迄个伊想象中的你做一个对手，对无？所以一开始咱等下会读着吼，做一个对手，爱不断咧问伊问题。即种用问问题，甲伊想象的对象对话，要讲伊的想法毋对，要凸显论点，这是当时演讲术。咱爱知影，伫古典的希腊罗马内底，演讲术是学问之一，是当时演讲术时常咧用的，叫做问人透过质问的过程来反击啦，的即种手法。罗马书第2章第1节是安尼讲，所以咱着读着吼，你保罗用你，这就是辩论啦。伊要甲这个人辩论就对啊。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你这个批判人的，无论你是啥物人，拢袂当推责任。你批判别人是在批判家己，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家己嘛别项拢去做。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即句话后壁意思是讲，你若批判别人，你家己愿意自省，无去做遮个代志，安尼可能批判嘛会使。原文是讲，所以论断的人，你无通提示。咧头一句是安尼，你无通提示啊。保罗是照迄个主耶稣的教示的即个传统甲原则，伫福音书内底，主耶稣几若遍拢照即个传统咧讲论断人的人。伊要讲，伫上帝的面头前，咱无人会当得闪伊的审判。啊，你若惊会晓批评别人，你行袂出来，不过是定家己的罪尔。罗马书第2章第2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知做即款代志的人，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希腊文是讲，上帝的审判是照真理临到实践的人。这嘛叫做咱普遍的人性。咱普遍的人性，就是习惯真严格去检查别人，总是真习惯、真宽容看待家己。罗马书第2章第3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这个人，你批判别人做遮个代志，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你想讲你会当相比上帝的审判是无？这个你想翻译顶头的，你想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伫罗马书内底出现19摆。咱伫这个所在读到第1摆，圣经以外，即字拢用伫咧当估价、商业顶头咧做生意啦吼，做生意咧你想的意思是讲，这偌侪钱啊？伫迄个圣经以外，当时是安尼用哦，算看卖啊，你欠人偌侪少啦吼，总是伫70字日本内底翻译做系说，时常用来指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关系人的想法。所以保罗伫遮是咧宣告讲，啊，无你想看卖啊嘛，你想看卖啊，上帝是安那甲你算数？你爱好啊想哦，上帝会安怎甲咱算数？即句话是安尼意思哦。所以你若要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爱细致哦，上帝共款嘛要算你的数哦。所以你爱想好、想清楚哦，你爱想清楚哦。罗马书第2章第4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也是讲你看见上帝极大的仁慈、宽容甲存忍，你竟毋知
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好，保罗搁一遍运用当时犹太人的观点，来对人讲，上帝袂用阮邪恶。表面看起来，上帝审判的时界是还袂到呢。做歹的人依然搁有着，嘛继续做歹是安怎？保罗咧讲，因为伊审判的日还袂到，上时伊要互你悔改，伊要互人悔改。所以这甲伊施行审判受气的迄个公义并无冲突。仁慈伫和合本来翻译做温慈，时常伫圣经内底，诗人时常用来形容上帝本性。上帝本性是温慈，也是仁慈。吞论只有出现伫新约，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尔。所以咱读到这个吞论真特别，新约只有出现伫遮。然后希腊的文献内底使用的所在是两方本来咧战争，互伊休困，无个战争的意思，就是吞论的意思。吞论的意思吼。然后宽容的。宽容甲74译本出来记记第34章第6节，讲上主的性情叫做无凊彩受气，无不轻易发怒。上主的性情是安尼，所以迄个字根是共款。所以保罗是安尼讲哦。假使你若掠做，你会当得闪上帝的审判，就是表示伊仁慈的本质。伊无凊彩来受气，并无表示伊永远袂受气。了解意思吼？所以当伊受气还袂发作的进前，是伊的温慈，目的是爱咱悔改。安尼有清楚啦吼？罗马书第2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硬心毋悔改，是在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这个受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迄个伫遮累积翻译真可能较接近原文，因为这字的意思就是欠啦。欠，咱会欠钱伫银行嘛吼，邮局，迄个即字的意思是欠啦，累积，积聚的意思。所以上帝讲你啥物货要欠欠上帝受气哦。保罗是这个意思哦。你是安那要硬心毋悔改？你硬心毋悔改，表示你一直咧欠上帝的受气。迄日特别显明，若上帝受气伫伊的日子，你就惨啊，是安尼意思哦。所以，咱的性命若要欠，爱欠啥？爱欠上帝的疼啦。那安尼要哪欠上帝的疼伫咱的性命内底？这就是刷落来保罗所要讲的。罗马书第2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原则上就是爱好好欠啦。然后第2章的第6节到11节，这文学上叫做交错对称。第6节到11节拢讲上帝，第7节到第10节拢讲行好的人，第8节到第9节拢讲做歹的人。咱等下读就知影，所以这叫做文学上叫做对称。第6节到11节，到11节上开始到落尾，这段的开始到落尾拢讲上帝，然后讲做好行好的人叫做第7节到第10节，第8节到第9节讲就讲做歹的人。
保罗先引用诗人的话，诗篇62篇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主爱嘛属伫伊，主啊，你要照逐人的所做，甲伊报应，敢毋是？保罗就引用即节啦。上帝是照逐人所做报应伊啊，所以诗人是安尼告别。咱若读迄个诗篇62篇就知，诗人是告别讲上帝讲伊是关联甲主爱，关联这是第一层吼，关联甲主爱。所以，伊会照咱所行伫伊的日子来回应。罗马书第2章第7节，刷来就是讲好，做好事的人是安怎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性命的人，上帝赐因永远的活命。这个坚持做好事，希腊文会当讲是因为好的行为的坚忍，基于善的行为的坚忍。他听起来无啥顺，所以意思是讲，咱若为着要实践好所行。所有的忍耐甲坚忍，坚忍这个字词是希腊罗马社会强调做兵的人做一个军人的美德之一。总是伫犹太教的典外文献中，坚忍这字是甲忍受迫害、甘心顺道有关系。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伫遮所讲的好事，只是牵一个阿婆过路安尼尔，不只是安尼。保罗伫遮讲坚持，也是坚忍做好事的意思，是讲咱若做好事，互人迫害啦，了解意思无？咱若做好事，互人讲闲话，互人伫遐后壁拗念，伊是咧讲这，搁较要紧的，保罗是咧指咱若做遮的好，去拄着迫害人，因要得到对上帝来荣光甲性命，永远的性命，咱伫遮有读到这个永远的活命。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咧形容。做一个神无受时间影响的特质，所以当时70士译本加新约就照这个意思来描述上帝是永远性命的上帝，永远的上帝，咱拢捌听过，伫教会内底永远的上帝，永远性命的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咧告别一项代志。上帝啊，你有永远的性命，你会将这个永远的性命赐予遐个你看做好的人，就是有欠上帝会听的人。罗马书第2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不过，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尊贵甲平安。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才外邦人。所以，就是伫世间人的眼中，迄个军队顶是一个耶稣的信徒，伫世间人的眼中看起来是见笑。总是保罗去安尼讲，恁互人讥笑，讲恁是见笑嘛不要紧，恁只要持守好所行的忍耐，上帝会互安尼去行的人尊贵甲荣光。罗马书第2章第8节，咱读到做歹的人啊，这段就是做歹的人。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个自私无遵趁真理去趁不义的人，上帝受气甲刑罚，
会领到因。其实保罗是佫讲一遍，因为罗马书第1章下18节加29节，保罗拢讲不义，遐不义的人，上帝受气会领到因。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伫遮只是佫讲一遍而已。罗马书第2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做歹人会受到患难困苦。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才外邦人。患难困苦原文迄个语言的意思，拢甲受限、受限，也是受威胁有关系。所以这是用一种相同的意思，共款相同、共款的意思来描述遐个做歹人安怎？做歹人就是会当一时得意，总是恁若是做歹，就会互迄个罪所辖制，就会受限伫迄个罪内底。所以，就亲像上帝凊彩人，咱伫罗马书第1章的尾后，咱有读到上帝的凊彩，迄个毋是凊彩哦。凊彩人是伊将遐个做歹的人交付伫罪的困境内底。我顶边有解释过，迄个交付其实就是审判官将人交付伫监牢内底。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是共款的意思，前后拢共款。这拄好是咧讲，遮个犯罪人、做歹人会伫因的罪恶内底去互捆绑住的。所以上尾保罗做伊的结论，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上帝无偏待人。偏待人，原文是两字合起来，一字叫做举起，一字叫做面，所以若用东方的解说闪族的解说方式，就是看人的面啊做代志，听有意思无？偏待，其实咱台湾人可能会习惯安尼吼。迄个啥物人来讲证吼，爱看伊是啥物人，对无？啊，若县长、立法委员来讲证，咱就好啦，就罚单就免罚啦。若 nobody 吼，毋是啥物人吼，得看面啦，看人，你知啦吼，这叫看人的面啦。所以这个偏待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吼，两字啦合起来，叫做看人的面。所以保罗伫遮应该是引用土拉摩西律法，申命记第10章17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恁的上帝是万神的神，万主的主是至大权能、通行为的上帝。伊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嘛袂收贿赂吼。那古早叫做暴露，那个贿赂。台语原来叫做暴露，不过贿赂可能咱较会知影，意思就是啥物货？上帝袂看人的面色，看你的职位，看你安怎来办代志啦。所以刷落去，保罗就说明上帝无偏待人的方式。罗马书第2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外邦人无摩西律法，若犯罪嘛会受律法外的审判来灭亡。犹太人有摩西律法，若犯罪会照律法受审判。伫这节内底，12节这节内底4遍所讲的律法，所指的拢是摩西的律法。所以咱等者会阁读到一个法，一个律，迄个甲摩西律法无啥共款。上帝，保罗讲上帝袂用无启示互外邦人的摩西律法来审判因。
总是犹太人无啥共款，因为犹太人有受摩西律法的启示，所以伊会用摩西律法来审判遐个得到启示有摩西律法的犹太人。真简单吼，真简单理解。13节煞咧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伫上帝面前是义人，只有是行律法的人，才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现代中一本将和合本翻译做称义，咱直接其实已经读着称义啊。直接翻译做互上帝判做无罪。总是伫现代台语译本是翻译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因为原文是安尼写哦，原文是写讲，因为伫上帝面前，毋是听律法的人做义，是行律法的人宣告做义。迄个称义即字，伫原文的意思，咱真侪和合本翻译拢来翻译做称义。称义即字原文意思应该做被称义，原底是罗马法庭顶头的术语，是迄个审判者认可宣判你无罪的意思。所以迄个是一个法庭，罗马法庭内底，就是法官伫顶头讲你无罪，安尼叫做称义。有意思吼。然后保罗将即字来放伫即个情景内底，换一句话来讲，伊讲上帝咧审判的原则，上帝要审判的原则，要爱互伊判做无罪。人不只是耳孔听见，是听了去行的人，安尼才会互上帝判做无罪。哦，请毋通误解哦，吼，这是一个称义，这个是一个法定的名词，叫做被判无罪尔。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耳孔听见、听了去行的人，这个标准共款适用伫无摩西律法的人身躯顶头。罗马书第2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无律法的外邦人，若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因虽然无律法，家己就是律法。原文是安尼写讲，遐个无律法的外邦人，照天性做律法的代志。这个摩罗即字原文的意思是指律法规则或是习惯。70字译本用即字来表达摩西对上帝所领受的律法，总是保罗伫这个所在其实咱指出另外一种律，伊是用当时希腊作家表达的方式来讲，一个有美好德行的人，无需要律法的制裁，对无？咱爱知影吼，律法是我时常咧讲哦，律法叫做上帝的标准啊。遵守律法只是上帝的标准尔，对无？律法以上，阁有更较侪。总是不管安怎，保罗进一步来解说罗马书第2章15节，伊咧所讲，伫遮所讲的律是啥物货？所以我将你有注意到无？我将律法甲律来分落开，因为律法大部分咱拢来自即个摩西的律法，总是律可能阁是另外一个意思。保罗进一步伫遮咧咱解说伊所讲的律，伫外邦人身躯顶头的律是啥物货？所以做伙来读罗马书第2章15节，做伙来读来，安尼表示律法的要求有刻伫伊的心内。所以第一句应该是写做律法的行为。所以保罗提出一种可能，但有可能有人
毋知影有上帝律法，总是伊的行为去符合上帝律法的精神，都有可能。所以保罗伫遮是咧讲即个哦，就是我毋知影上帝律法啦，总是我的行为会当符合上帝律法的精神。所以写伫心里，是保罗引用上帝托先知所讲即句要紧的话。亚利米书第31章33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遐个日子以后，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写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板。我要做因的上帝，因为做我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保罗讲，伫遮引用即段，保罗是咧安尼讲，上帝早就有讲过啊，要做伫以色列身躯顶头的工作，照着福音就会刻伫相信的人心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若相信，伊就要做咱的上帝。简单来讲是安尼，咱若相信，伊就要做咱的上帝。罗马书第2章15节尾段，刷嚟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的良心嘛正直，因的心思有时家己责备，有时家己辩护。随上保罗伫15节的 A 段甲 B 段，用一字真特别的字，叫做当作见证之字。这个当作见证的意思是伫摩西律法内底有安尼写，《申命记》19章1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若有人做啥物毋对，犯啥物罪，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着有2个也是3个证人，才通甲伊定罪。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安尼讲人的良心，以及上帝写伫人心中的迄个律，做伙做见证，听有意思吼？做伙做这个见证人，互人当人做啥物代志了后，人心内底会反应，咱会自责。我还会讲迄句话。互人会辩论，我毋知影咱都有即种状况吼，咱会家己辩论讲无啦，我拄拄仔迄句话毋是条工的啦，咱会嘛对无？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咧讲，当咱的心内底，保罗咧讲，当咱的心内底开始会辩论，也是自责，家己责备家己。这就是上帝写伫咱的心内底，以及咱的良心，做伙做证人，爱咱啥物货？为着咱的行为负责任，为咱的行为负起责任。真侪人认为这是即种想法是对当时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所谓的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来。随上。嘛有人来写文章，甲中国对儒家民主大学以及王阳明所主张迄种人性本善，伫混乱的世界内底，人内底的心互暗藏，所以爱互良心走出来。你爱，所以咱俗语嘛有一句话讲吼。你的良心叫到遮去啊！意思就是讲吼，你做这种无天良的代志，你的良心当袂叫到遮去啊？是毋是叫到遮去啊？真为书的想法，罗马书第2章16节，咱读到这段的上尾仔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伫迄日，照我所传的福音。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允捌的事，所以保罗咧对咱讲，啥物是伊所传的福音？
福音是当人的良心伫上帝的面前，咱知影迄是伫上帝面前，咱嘛有家己的良心，拢是咱嘛有上帝刻伫咱的心，伫上帝面前自责、家己辩论的时，迄个时阵，这就是上帝早就刻伫咱心版的记号。当咱有安尼的反应，咱就通照着耶稣基督互上帝判无罪。巴特是安尼讲，卡巴特是安尼诠释这段经节。伊讲上帝无用这个世界的迄个标准来看人，人会真做追求永远的迄位，互伊赦免。人嘛会真做不义的奴仆，互伊救赎。总是不管安怎，上帝对人完全了解。这同时也代表耶稣基督伫国外内底，伊所起来国外的时，迄就是伫人新的一日。主耶稣基督的日带来光明，带来一切变永远的改变。伊掀开人心内底上温密的心思意念甲代志，要启示咱，人就是互上帝对上帝做出发点，来互人甲上帝认捌。愿上帝帮咱，互咱伫这个世间行代志、讲话、做人，无加人批评，因为咱爱知影加人批评，咱若无做会到，就莫人批评，听有意思吼？然后呢，学会晓伫咱的生命内底积聚，爱欠的是啥？咱生命内底爱欠的是啥？更较好的美好甲善良，了解一切拢伫伊手中，互伊认捌，也互伊所听。那安尼，我相信伫伊的日内底，咱就会坦然，无啥物通惊的，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是有欠亏的人，阮的心思意念你拢知，总是阮也时常互不义掠条条，甚至真做不义的奴才奴仆。主求你怜悯，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因为阮知影你是阮的上帝，阮爱行伫你爱阮行的路，去行好，去做上帝你爱阮做的事，就是人侮辱阮，人迫害阮，主求你也帮咱，因为阮知这一切，你拢看伫眼中。求上帝帮咱扶持，互阮伫你来日通徛会牢。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做伙来念圣诗第559首，永远地掌管宇宙的上帝，会众请起立。永远的掌
今日严格灿烂的日子，愿求你是上因创个的你，哦，愿他为那个不起，愿是上帝所想所听听你，是神听所听听的家听你，愿主相信，亲像一阿当你，日愿勇敢，可愿他的当心，家上帝给你归个的你，家耶稣给你最永远朋友，我你当心愿了好平意见，当心听一切公义甲利见，当心欢喜春夏因喜乐乐，当心有彼同花最记得，对主应应讨好你前家里，何管他今的对你高祭司，求你使我真假之风归向，也见过平他甲诚心的行，愿你信心的为感动之心，愿只有求你所爱的心意，无论快乐忧患，人间富贵，我美好在你最真实家里。阿门。会众车者奉献，请吴文银、萧素娥执事来书写。请起立，并奉献的诗。是
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互咱有快乐来劳苦，有恩典来分享。今仔日咱将所得到的献互你，求你原纳这份心意，愿这笔奉献会当加做传福音的基金，帮助更较侪人来认捌你。主啊，你是守主百米的爸，阮所有一切拢是对你来的。愿你继续祝福咱，互咱开始一足信靠你的公义，嘛互阮愿意分享的心，加做别人的帮衬。感谢你的听甲看顾，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你报告的大声，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煞接咱做伙来读两遍。遐个日子以后，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板。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书31章33节，请。遐个日子以后，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板。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书31章33节。遐个日子以后，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板。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书31章33节。咱来掀开第一面，本周侍奉甲周间的聚会，甲主日学的聚会，教育部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二页，小组的聚会表甲奉献，然后经谈，请到办公室来接触。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今仔日。乌派驻牧师为台南新行院纪念主任前往嘉南教会请安报告，请代祷。第二，乌派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伫下晡3点，伫咱4楼礼拜堂举行，敬请会友踊跃来出席。下主日为教会学校纪念主任，欢迎淡江中学校牧熊长旺牧师前来请安报告，请为事工来代祷。第二，举行圣礼典，第一场有洗礼甲圣餐式，第二场圣餐式，请兄姐有备心来领受。圣灵洗礼，穆占锦、信用个别李浩然、刘国明、黄学谦、李祖玲。第三，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701教室内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四，教育部会下晡1点伫701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第一，中级同工训练甲信徒造就会，齐声讲阿门，如何带领公道？讲员是蔡明华牧师，日期伫3月29拜六，下早起9点到下晡4点，咱教会邀请中级同工会友做伙一同来造就，请到4楼的公报人来登记，准备即个讲义甲午餐。第二，过活节联合野外礼拜，
行程甲资料，咱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向办公室来报名缴费，到4月初6来截止。时间是伫4月20，地点中原大学。行程咱家己来看。收费每一个人收费250块。小一国小1年级以上小一以上。中昼有伫迄个大鲸鱼用餐每一块岛有摆2位国小以下的幼童。第三，家己开车是家己付停车费中原大学100块。第三点，4月份的祈祷会清明的祈祷会伫4月初5拜六暗时7点，伫咱6楼副堂来举行，请兄弟同心来祈祷。就是大楼管理委员会公告即个地下室米土有真侪台的脚踏车、电梯内底有翕相出来公告为了要维持教会环境的整洁请会友伫3月底3月30来刷走若无伫即个期限来刷走的，教会就统一处理第二，桃园市政府的相关的公文拢有公布伫1楼的迄个公布栏请会友来看第五，4月到6月新安宫的读经本爱歌中的5万欢迎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下面大道事项咱家己来看下面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介绍大道。好，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即个今仔下晡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也是桃园教会140周年来第一位女性的牧师伫遮来就任，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来会使下晡做伙来到老热。第二项是咱后礼拜拜六有一天的训练，我相信。这个不只是中职，我嘛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蔡明伟牧师是一位这个翻译这本册的翻译者，我相信伊会当带咱真好的造就。然后伫4月20号，咱搁活节有要甲正教会联合圣餐礼拜，要伫中原大学的中正即摆袂当叫中正。即摆叫改名因为这中原大学的老师上知啦即摆改名叫做自信楼改成以前叫做中正楼即摆叫自信楼要伫自信楼内底来圣餐礼拜，要甲正教会大约目前应该是差不多10间以上的教会会做伙来圣餐礼拜，然后圣餐礼拜了后，咱迄天也要做耶和华礼拜，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踊跃报名。咱迄天嘛要做耶和华礼拜，所以咱踊跃报名，做伙来邀请咱附近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做伙来参加即场的活动。上尾一个活动是要邀请咱大家若愿意。我要邀请咱大家伫4月5号的时阵，拜六暗时做伙来有清明的祈祷会。这个清明的祈祷会要邀请咱大家若会使，将咱所上要孝念的亲友的名甲相片，会当提供予办公室。然后咱迄天5万会当伫不管伊伫即几天，咱心内底放有伊。我要邀请咱大家来到教会内底，做伙伫祈祷会内底来孝念因。所以伫遮嘛要提出一个呼吁，就是假使咱会使来参与这个清明祈祷会，然后咱心内底若一直看伫咱的心内底的亲人，咱嘛会当将因的相片甲因的年糕，拢会当交予咱的办公室，然后咱伫迄天的暗时。咱会为因来祈祷，也为咱来祈祷。这是清明祈祷会主要的用意。
所以要拜托咱大家家属来使，要请咱提供咱心内底一直看伊的人，所以将伊的年糕甲相片，就提供互办公室，才来会当伫到时咱祈祷会时阵来照念，来为伊祈祷。伫遮补充报告，就像咱大家阮妈妈今仔有来啦吼，不过伊已经来真侪摆啊，所以我想咱拍鼓来多谢，欢迎伊是咱中间的。毋知阁有我无介绍到，无有啦，真侪人我拢无介绍到啦吼，所以原谅我的愚妄咱等下爱互相请安，真正有上帝的听，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再来上映圣诗第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愿》，请起。所祈祷的恩典，希望上帝永远的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祝歌，请圣歌队。弦乐乐道。平安礼，请向咱头前后壁吼愿主耶稣听你，祝祝你平安。